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主互咱有开阔的心门，有柔软的心田，互咱会当遐所听的话语，拢诚做生命的养分，佮诚做去实行的原则。咱也为着所有诶，同工来祈祷，特别今仔日分享诶，牧师来祈祷，互所分享诶，拢诚侪咱诶帮助，互所服侍诶，拢会当利益伫人，佮荣光上帝。也为着也伫路中诶兄弟甲新朋友来祈祷，求主互因无脱界来到圣殿做伙敬拜，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届会当来到你的殿宇敬拜你，阮的心就着跳欢喜，因为这是何等美好的代志。主，阮将家己放伫你的手中，主你诚做阮的主，对阮讲话上深的讲话，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更新改变，长大来诚做家己的帮助，也诚做别人的祝福。主啊，阮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无论伫台顶台下。伫楼顶楼骹，拢求你家己来加添。主，因为阮志未细，阮需要你的帮助，互阮的服侍会当彼此连结，诚做无破口的团队来荣光上帝，利益的正人。主也互阮所有兄弟诚做同工的同工，来为因祈祷，来扶持帮助因。主啊，阮也为着路中真侪还未到礼拜堂的兄弟甲新朋友。主，你知今仔日的天气无介方便，但是主你若愿意，阮就紧跟对你来到礼拜堂欢喜敬拜，也将今仔日的正敬拜，搁一摆交托伫你的脚前，求你感纳，求你欢喜阮的敬拜，也互阮空空来就要饱饱顿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请咱搁一摆检查咱的手机，互咱毋是干那家己安静，嘛互手机安静，无搅扰咱的礼拜，互咱当专心来敬拜咱的主。
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有互伊得到胜利。这是请咱来吟圣诗43首，我要举目五官来五山，请咱会众起立来吟圣诗42首。
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当日光阁出现，万物拢困醒的时，阮大家也放了所有的工作，来到圣会，要来亲近你，因为你听阮、救赎阮，用你的恩惠施落伫阮中间。互阮通承受你的活命，这是阮要用诚实的心灵唱歌来学乐敬拜你。求你甲阮创造一个渴望清气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人民世间人的上帝，伫过去的日子中间，阮有意也是无意中，伫言语甲行为有差错甲过失，由你透过主要所的保护来洗清阮的误会，以逐项合适主基督的款式，持守真理的道路，来闪避世上的迷惑甲引诱，互阮拢通照你的教示，行伫四正的道路。听阮人类的天父，当阮徛起伫即个幽乱纷争的世代，因为阮人类有济的私欲、野心、怨恨的罪恶，常常侵害阮的心神，直到失去原来你所想事的平安甲福气。伫这个时阵，阮的世界中也有一所在充满对抗战争，直到有一无辜的人民受伤害、死亡、家庭失散，儿童无法度正常的成长。恳求你亲自安慰人民才会受迫害、死失的家属。将你的疼甲公义，成做因好好赦免的源头，消除因长期来的对抗，放落所有的武器，停止战争，互因通好好共存，赶紧恢复正常安稳的生活。稳定的主，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纪念主日。感谢你伫130几年前差遣英国的宣教师巴克利牧师，来伫台南耶鲁福音的宗旨，设立新学校，培养新学生，结出满满的果子。伫过去的年日中间，学校捌拄到济的艰难，到在有你奇妙的引带，感动济人。愿意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来支持帮助学校，栽培忠心的牧者。恳求天父上帝你继续施恩，伫院长所带领的教师团队来教导启发这些学生，培育因有正确的信仰甲品格。并且感动更较侪少年人愿意献身接受造就，成做你忠心的工人。慈悲个怜悯的天父，愿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有人心神软弱、受困着、失去盼望的，也有人失去亲人，心内悲伤。恳求你照阮无共款的需要，医治。坚固、安慰、补足阮的欠缺，互阮拢伫你看顾的内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这是阮大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讲。阮一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一行，在恁亲像的义，阮的食了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赦免过阮的
脱离迄个歹的，天国、万年、延更，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请咱三个来交托经文40篇，记载伫圣诗后面60页。经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佫是俄米伽。洗穿伊衫的人有福气，要互伊有权到伫活命的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的教会。我是大卫的拳头，佫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嘴大的人就来。干净者的事的讲，对我紧紧到。因采去圣乐队要带咱来俄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你是我的至宝。
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来三甲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10章25节到37节。路加福音书第10章，现在台语译本是158页，现在中文译本是113页。路加福音书第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呢？”耶稣应伊讲：“律法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佮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佮问耶稣：“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呢？”耶稣应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强盗，因剥伊的衫，佮甲伊拍甲半死，然后甲伊放咧做引去。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看到迄个人就闪伫路的迄边过去。相反，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人嘛对路的迄边过去，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这个看到这个人就可怜伊。惊挖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佮用布甲伊包扎，然后甲伊扶去徛家己的驴仔，带伊去旅馆，甲伊照顾。隔日，伊摕2个囡仔交互旅馆的头家，交代讲：“请你照顾这个人，所费若着较济。”我回来的时阵会补你。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你想，这3个人倒一位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呢？”伊应讲：“甲伊怜悯迄个。”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台南新南院院长吴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厝边，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所敬听咱圣灵教会的牧师团队，以及咱的中级甲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我有机会过来到圣灵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代表新人院来甲咱请安，嘛甲咱说多谢。所以首先，我需要伫这个所在，来感谢圣灵教会久长以来对台南新人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为着要搁一摆来唤起咱来关心台南新人院，所以我今仔日就用这个题目叫做厝边。这个主题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耶稣所讲这个譬如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咱搁对遮来探讨。对遮这个洪德长老，伊对头拢读到尾，所以咱会当对这个故事，咱拢真清楚。甚至嘛有人对细汉听到怎啊，毋知听偌济摆。总是事故也应心。我通过这个经节，我有无共款对遮的传释。伫即个现代意义，咱嘛做伙来思考。但先我嘛爱对即个好嘅撒玛利亚人嘅譬如，我搁一摆来讲起吼。即个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即个故事是一个对话，甲耶稣所讲嘅一个譬如。即个
就是咧讲好撒玛利亚人的隐喻啦吼，引来即个譬如吼，即个就是耶稣甲犹太律法师的对话啦，哦，即个中间嘛牵涉到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迄款的怨恨，哦，即个记载是约翰福音4章甲9节，即个代志是安怎发生吼？有一个律法师，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专家啦，就是即马的即个通讲是针对法律真有研究的律法师啦吼。伊为着要试探耶稣，嘛要耶稣歹看，雕工要甲闹开，看耶稣会安怎答。咱知影读法律的人对伫逻辑拢真清楚，吼，所以伊就要甲找出空隙，通要甲攻击，吼。耶稣伫迄个所在时，伊就甲称呼耶稣是老师啦，吼，佮甲讲先生啊，我得安怎做才会得到永远活？提出即个问题是耶稣甲回应，伊讲法律是安怎写？你读我听看卖啊，吼，伊讲吼，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佮听主边亲像家己，讲对啊！你回答的就是啊！你若照安尼行，你就会得到永远活。这是足简单的对话吼。耶稣听了后吼，这个律法师为着要佮凸显家己伊有理，然后要佮看耶稣有佮回答有佮进一步较闹开的无？伊就佮问耶稣讲：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听到这第二摆的问题了，耶稣将用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改做譬如，来改回应安尼啦。对只迄个故事，方德长老就读过，我就无去读吼。讲这个故事譬如了，换耶稣问这个律法师，伊讲这个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甲一个吊伤，佮吊伤的人，甲这三个中间，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啦？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啦？伊讲，迄个感觉做上好的，迄个吼，就是撒玛利亚人，迄个就是上好的，就是伊就是怜悯伊的厝边。伊讲对，你着照撒玛利亚人安尼去做，就无毋对啊，好吧？这是耶稣甲伊的对话所产生出来一个故事吼。对这个经文会当看吼，犹太律法师对这个耶稣甲耶稣讲话，因为对话中间，伊是充满足济的质疑。嘛充满足济的试探，嘛有感觉要耶稣好看，有这个感觉伫咧。咱拢知影伫耶稣的时代吼，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冤家呢，是无咧往来呢，无咧往来到什么程度，咱敢知影吼？我只有一个图图，互咱看一下吼。这个北边伫加利利，南边是耶路撒冷，有无？这个拢是犹太人咧住吼，南边甲即个北边的加利利，我想咱若去过以色列的人，咱就会知影，迄个第一，以色列甲台湾差不多要变大吼。即个撒玛利亚人伊是住伫差不多中部的所在，咱敢知影即个因的冤家甲含对南边要去北边伊就无爱行过撒玛利亚的地区呢，因是安怎行？比如讲，我是台南人。我亲人有住台北的，我着甲台中的住婚林的我着甲因拢做无好势，我嘛做无爱行过因的所在，我从甘愿对屏东西对台东来花莲咧宜兰，我都无爱经过恁的所在啦。迄冤到即个程度呢，是安怎会安尼我只要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几个图，叫咱复习一下，这是旧约即个历史啦犹太人伊对撒玛利亚人怨恨，毋是干那日常生活，我无爱经过恁遐尔，佮来包括伫礼拜嘛无爱共所在呢。所以有两个圣殿，一个伫耶路撒冷，一个伫基林新山，有无？所以耶稣伊调工就要去加利利，就调工行对啊过。所以撒玛利亚附近人毋当甲问，我到底爱去对礼拜？心灵是毋是较重要？去对拢无重要。耶稣就安尼甲回复，这是佮另外一个对话。先话因的怨恨甲安尼，会食力甲安尼咱拢知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因伫埃及了后，因入迦南地，征服迦南了后，遂进入士师时代，有12个支派。士师的意思就是支派的领导者，伊有担任足侪政务，包括法律嘛当做审判所有的政事拢是士师。士师了后，就无一个国家，后来因就成立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王国，所以12个支派从变做一个国家，
第六国王就扫罗，这咱拢知影，过来就是大笔，过来就是所罗门，大家人拢做40档。大笔作想要起圣殿，上帝无要起，你吼安犯罪，虽然你有悔改，我赦免你，但是我无要互你起，所罗门就起。咱知影要起圣殿爱抽重税，所罗门就抽税，来起圣殿。伊过生日去了，伊的囝起来接，搁要抽搁较重的税呢。这个国家的王公大臣讲袂使啦，恁爸爸扣重税啊，你麻烦扣一个。因囝真阿爸，就简单讲，阮老爸用藤条术人吼，我要用当机的迄个术的迄款的来挂结啊，挂起的，我甲恁说，意思就是讲，我要扣较重的税。这长辈就无法力啊，就嘛无法度甲伊沟通，所以国家就分裂做两个国家，南边的2支派尔叫做犹大，北边的有10支派叫做以色列。所以后来本来拢以色列人，后来这2支派那叫做犹太人吼。这两个国家变一个国家，变2个国家了后因为拢犯罪，包括这国王嘛无几个好王，足少，所以上帝生气。就甲因互因亡国北边的成亡国以色列王国成灭，就是亚述来甲伊灭了后，亚述人真巧，伊讲我若要有效统治，我就爱甲对恁的血统来改造，所以伊甲一部分的人迁去亚述，亚述帝国嘛一部分的人迁来撒玛利亚的地区吼，怎变成杂种？即摆后来犹大国嘛是灭国，犹大国嘛灭国，但是因是叫巴比伦，就即摆伊拉克，经过70档，有一个这个波斯王古列，温准人倒转去，这2支派半无甲人通婚，所以伊保持这个纯正，所以因就倒转去圣殿，等犹大地咧去圣殿的时，这个撒玛利亚人讲较早咱都拢共一个组，阮来斗起来，讲无。恁已经杂种的，搁较早咱王国分裂的时，咱元首带足重，太济咧，所以毋免你做恁，阮做阮，所以耶稣伫讲故事足侪好的撒玛利亚人，拢讲撒玛利亚的好话，其实伊是伫互遮的犹太人要做即个警醒，所以咱对即个历史简单伫遮知影吼。所以对犹太的律法师来讲，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即个厝边就是同款是犹太的同胞。撒玛利亚就是外族透南国的杂种，有无？已经无属于上帝子民，所以伊对耶稣来发出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这款的证问啦？听到这个问题，耶稣当然知影律法师的用意，是伊来回答讲纯正的犹太人，但是真正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上帝的选民，这透南国的撒玛利亚人毋是。律法师总爱耶稣讲安尼，耶稣讲安尼了，伊就家己破功但是耶稣无安尼讲咱拢知影律法师伊会安尼问，就是伊想要借即个问题，互耶稣暴露伊的立场无符合犹太律法的讲法。总是耶稣伊会透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挑战律法师甲对族群厝边的自我甲自大的观念，这是安尼因为伫耶稣的眼中，无论是南犹大这犹太人，也是北边的这北国的，后来变成撒玛利亚这的人，也是讲甲人透南过，拢是有上帝的形象，拢是咱的厝边，因为拢有甲上帝立约，所以耶稣伊的心是安尼，第二项咱去进入耶稣，你讲帮厝边也无啦，耶稣伊会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做譬如。伊就是要借着这显示出撒玛利亚人伊热心协助这个受害者，但是这是甲利未人冷酷无情的对比。耶稣咧讲故事，讲足者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伊伫撒玛利亚，伊10个太高的有啊，敢若一个人去睡倒下，迄就撒玛利亚人，伊拢条讲讲给犹太人听。咱甲看耶稣，伊拢条讲讲毋通安尼自我自尊啦检测这是甲利未人。过时，伊怎闪伫边仔过？可能伊有伊个顾虑啦。因为安怎？这是古早时代，利未人是伫管理这个献祭，这个祭祀的一个族群，12支派内面这个祭司若经过这个迄个人若死你甲蒙着，你就袂通去执行你的工作安尼。
意思就是讲，你若去甲摸，你若去着死人，你就无清气啊，无清气了，你就袂当执行你的工作，你就暂时失业，安尼就对啦。所以因拢惊讲，迄毋知死袂？我看闪较边诶，我来去遐摸，较停啊，过来死啊，过来我住遐，过来迄个江德美伫边啊，我就搁受宰殃，所以同对边啊说过啦。敢若即个撒玛利亚人无安尼吼，所以咱若对遮来看，祭司甲利未人，伊有两个态度吼。祭司甲利未人，伊用冷漠的态度，伊无关心受害者发生啥物代志，伊敢若想家己，我若甲帮忙，我会安怎？差不多是即个情形。但是好的撒玛利亚人，伊问家己，若假使我无帮忙伊，安尼伊会安怎？这是一个咱来做一个思考的即个代志。有影呢，咱伫世间。人讲平江阿乐有一个好人，有无？即个所有的代志人讲人不以为己，天诛地灭，有无？这是人性。毋过耶稣要对这个人性的中间，互人去做思考。当伊有需要的时，你会当帮忙伊的时，你敢要付出这个态度？总是即摆是法律的社会搁是现实的社会。我嘛捌看到人安尼车祸，我毋敢活近呢，但是我随拍电话，我会对边我伫遐看，你有好势无？你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几啊摆，我较早少年的时会去甲斗扶呢，我即摆毋敢，扶的讲伊怪我我会赶紧拍电话，然后拄遐观察，招边的人，咱来甲伊斗相共，看伊有啥物需要。因为你若助你走，伊可能车来，还是讲无人甲帮忙，等下就搁有代志。所以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态度。我有看到一本册这是神学的册，有一个神学家伊是真出名的新约圣经学家，伊美国人，伊伫埃及、黎巴嫩加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加塞浦路斯，就是古早时代的居比路啦，即马叫做塞浦路斯伊伫遐做新约的教授40档，伊教学的生涯互人譬如是一个。教导耶稣譬如的大师，所以伊写即款的册写真济伊伫册内面有分析，有足细咧讲耶稣的譬如。伊嘛讲到一点，这是伊写的，我甲引用这个真出名 ，Kenneth Bailey 这真出名有翻译做中文，这本册真好咱会当做参考。伊伫册里安尼写，我拄则甲咱分享的拄共款，所以我用伊来做引证。耶稣咧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劫匪伊用肢体暴力伤害受害者，有无？但是祭司甲利未人伊用忽视的态度，搁一摆来重伤这个受害者。这个重点就是讲，经过受害者身边的祭司甲利未人，敢若问家己：哎哟，毋通我若去帮忙这受害者，我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我毋知会怎啊无头路，暂时失业，帮迄无心者，会安尼去想，有无？有影伊咧讲诶，拄甲我伫遐读圣经诶体验都完全共款所以伫遮做即个引证所以即个撒玛利亚人诶故事足清楚甲咱讲，即个厝边毋是干那你看会到诶，即个厝边毋是干那住伫你诶边就是要安怎甲人分享生活，无论对方伊诶种族、宗教伊诶文化语言，还是伊诶性别。另外一句话就是讲。一个新的人类的态度、听甲关心啦。我简单讲，就是讲，我有迄个开力，当我知影即个学生伊都无法度注册、无法度读的时，安尼变安怎？有当时我嘛会想呢，我嘛想讲，毋通啦，迄因兜的代志。但是伊像我无法度读落去，我就会想思考，我无甲帮助伊袂读册，无法度读落去。但是我有才调，我嘛会当安尼做，这是一个新的态度，有无？即摆咱的政治真乱，这嘛是一个互咱值得去思考的即个代志。我伫遮用第三点，咱进入伫咱的生活甲咱的生命，包括咱的一般的社会甲咱的历史咱来看一下我用一个对比啦，自大一点甲一个义无反顾，我用这两个做对比。我搁强调一摆即个祭司甲利未人敢若讲，我若甲帮助，我会安怎？好的撒玛利亚人，伊是讲，我若无甲帮助，伊毋知安怎，咱安来想。这中文真好，我较爱人讲繁体字，简体字这个足侪意思会走去，所以我较爱用这繁体字繁体字啦
操这字吼，自甲大那加一点就操啊，吼，这个意思讲自大一点，你就是操人啦，自大一点。咱即摆的政治界做者自大一点呢，变操人，互人骂甲有无？骂甲吼，咱会当对遮去来思考吼，因为自大的心中，敢若家己无别人，不但家己自我为是，嘛无同理心，有时佫伫自我自私下面，因为欠缺疼甲包容，唯我独尊，互人气甲这种两个相克，有无？这是足大的即个问题。咱来思考一个义无反顾啦，义无反顾吼。咱的义啊，咱若甲倒兵写，毋是倒兵写，若甲颠倒兵。义的有三，即字义有三字组合，一个是两撇，一个是王，一个是我。你若甲倒兵，拄啊我王八，这真歹听啦，这真歹听。我看这句话头是真歹听啦，因为我通常毋捌咧讲这个，若佫加一字佫较歹听吼。我做兵的时定嘛有迄军官咧骂兵啊，骂王八佫加一字安尼吼，真歹听。佫有骂迄足侪字的，我拢做袂惯势，因为我囡仔时代是伫教会大汉，较无即落，阮兜拢是礼拜无人咧做迄个物件，歹听甲吼。即个王八后来我有去了解即个意思，就是王八从安尼字来啦吼。咱知影儒家就是有关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啦，即个讲孝，这是儒家孔子名著的学说吼。儒家内面有一个王八，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拢足重要，但是袂记的尾仔迄字，你像我袂见笑，头前遐拢总犯着，所以人袂使看到义，你甲倒变，我王八就是这，像我袂见笑，我袂真见笑，这是这个意思吼。所以对这会当看吼，操甲这字义，实在会当做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互咱做一个思考，甲一个传承。第三点，这是我有缘用一个我的庄脚大汉。一个例来做譬如，我回想伫囡仔时代迄款的厝边的精神。我是伫庄脚大汉，我已经坐老人票啊，嘛做阿公啊吼，所以我是早期伫台湾无电视、无冰箱、嘛无自来水、嘛无马桶的时代，伫庄脚大汉，阮的庄脚嘛拢总无淡仔高路，拢石头路吼。所以若饮水，因为迄个排水设施无好，所以就饮水，所以就爱去护鱼啊。所以迄个庄脚有足迄个时代生活环境无真好的时代，但是足有人情味呢。我用一个两个例啦吼。我囡仔时代，人若嫁娶拢无去餐厅，拢伫三合院有啊，伫遐请人客。到40年前我结婚的时，我嘛是伫庄脚大埔旁请人客呢，我无去餐厅呢。即马这就是乌上大饭店啦，毋知咱听有无吼？迄个时阵吼，拢毋是叫人来大埔旁，拢毋是。迄个办公处甲庙拢有布棚，布棚要搭你是主家，你有喜事，厝边头尾拢会来甲你斗相共。我有一个亲戚伊体格足好足勇，有牛车，拢专门去咧载，伊咧斗菜斗用，厝边头尾逐个人就来甲你斗相共。我的老爸吼，较毋是咧粗勇的。我老爸虽然无读啥物册，小可有读淡薄日本时代读淡薄写字足水，所以伊的工作，人若有婚丧喜庆吼，厝边头尾咧嫁娶，伊拢专门咧负责写帖去咧人写毛笔咧打门帘，迄拢免钱拢义务的。所以我老爸若写了，写足水就去分，无就去寄，有无？佫会替人写批。咱毋知有经验着，古早时代迄个长辈拢袂晓写，毋捌字，要写批互囝迄款的心情无？我老爸专门咧做这个代志。后来我甲读高中，我嘛会当讲写批。阮的长辈拢甲我讲，我若写我若讲啥你写啥，你毋好别写哦。因为阮遐有迄未结婚就做兵然后去做兵伫外岛写批转互太太，写乱七八糟的我阮拢会安尼写。伊讲我讲你较早是摕互上写，无人甲我写甲迄不三不四的。我遐毋通。我若照写，古早时代，我想咱应该毋知会经验即个代志60年前吼。伫遮逐个人放小盘工呢，叫做放盘工。有当时阮兜种甘蔗，要插甘蔗，规庄拢来甲你斗相共呢。
啊，过来那稻切布料今要收成，风台要来，赶紧收咧，无浸着水会发芽。拢是一区过一区，规庄的人，这区用了换迄区咧，拢无咧求报酬的，嘛无咧讲你的较大区较细区，逐个人拢安尼做呢。哦，当然啦，较大区的房较无用，一两日咧，逐个人拢会个买一个物件去家细倒写。有一个互我印象上深的，我特别用这个道路菜尾吼。古早时代拢是办桌，叫做乌上饭店，逐个拢来食来了吼。古早时代吼，拢有迄菜尾有啊？毋知我较少年较毋知影吼。我细汉做爱食这菜尾，但我即摆想起无啥卫生，因为无公筷嘛，无母匙，你敢知？逐个安尼啉安尼用啊吼。但是吼，装卡是足好，就是吃拢食无了，逐个拢会轻，然后佮放迄个山东白有啊，佮放迄个笋干，佮落去滚，滚甲有够芳有够好。我会记得厝边头尾有当时送来，送来是阮老爸去人写贴仔啦，遮有剩的吼，我一面桶安尼互你，拢爱食几啊顿，我上爱食这吼。这个我会记我结婚嘛是伫厝了后吼，我就去送迄个来到布棚的啦，到借刀椅到布底遮的人因兜，我就替伊讲多谢你啦，来到用我。庄脚拢无爱食这菜尾咧，即马这拢无啦，拢无啊吼。我足少年，这就是厝边啦。你有需要，我甲你帮忙；我有需要，你来甲我帮忙，这是安尼。毋过即马这精神已经无去吼。是我真深的一个体会，互咱伫遮嘛来分享这个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伫遮做结论，较等下咱有缘会对这个圣经来引申这个信仰院安怎来关心吼。有真侪基督徒甲圣经中的律法师共款，拢知影要安怎听人，但是毋知影啥物人是我的厝边，有啊，吼，甚至对厝边的需要差不多无看到，吼，对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环境、性别的问题产生足济，吼，这是足严重的这个代志啊，吼，若拄着真正需要帮忙的厝边的时，咱是要扮演祭司甲利未人，还是要亲像这个过路的生理人，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共款，我若帮助伊我会安怎？还是讲我若无帮助伊，伊会安怎？用安尼来想，我用安尼做引申，最主要就是讲，我已经食老当出票，当去带领这学校，佮教育部了啊，迄毋是遐容易，佮少子化吼。我同学已经几来退休。有当时我想讲，我若像你退休，毋知要偌好吼。总是咱拢知影，我若讲退休，学校要安怎？共款，我伫遮来分享报告。咱若无帮忙这个学校，学校要安怎？要倒落去，还是讲要关起来？因为新人院捌关3摆，拢是有因素吼。所以我就有这个责任，咱要安怎来关心吼？所以我伫遮甲学校几个代志来甲咱报告吼。新人院是台湾第几个大学？这个教室是120几栋这个正做台南市政府的古迹，经过3栋，我这几栋拢咧无用这，总工程费有5000几万，当然了，还有一寡设备，这无家己遮，政府有出，家己嘛出，拢已经完成，真水，真侪人去咧参观，这是北吉的牧师去等英国募款起的，这是教室非常水，这是古迹的大门。即马拢用好，拢拆掉，这个围篱拢会当参观吼，所以欢迎咱来参观。礼拜堂，这礼拜堂真水，这礼拜堂有饭福气。共产党统治大陆了后，本来美国有一个金陵基金一长老会要帮忙这个南京的金陵新人院，但共产党退去了后，将帮忙台南新人院，所以黄宗辉牧师后来将去这礼拜堂，嘛去宿舍，嘛去图书馆。去老师的宿舍等等，但已经拢足久，拢无征收。有结果工程师讲，若无过20栋爱倒，这会将无去，会将倒落去，一定爱征收。所以将征收3栋吼，已经3栋偌久吼，真水吼。这个学剑桥大学的校园，黄宗辉牧师就对遐转来吼，所以用剑桥大学的这个感觉，这是礼拜堂，这是台南市的 logo， 顶面有一个玫瑰汤吼。拢拄当征收好，这是黄昏翕的吼，这个是礼拜堂，非常水吼，欢迎咱来参观。
哦，啊，遮已经拢完工了后，佫有经过1冬半，还有1冬8个月，去年馆，就是1905年起好诶，啊，我拢无整理。啊，我入去诶时，即间宿舍吼，老师诶宿舍已经拢差不多真旧啊啦。我就有一个印象，这一定要整理，啊无即间厝放拍远吼。啊，拄啊感谢有拄着咱教会郭敬文兄伊来同工斗设法，我嘛斗募款斗关心，所以已经用好有3000几万吼，3000几万的这内面会当大，咱若零售的来遐佚佗，毋是5000级的啦，但是至少有3千半级吼，互咱大，咱去大的真属是真水吼，欢迎咱来吼过来就是未来佫有意向吼。要定整修巴克利馆，巴克利牧师大过，咱宣教的台盘对遐开始，但是30几年前风台已经拍倒去。较早迄正做咱长老会历史文物馆，足侪宣教书，咱的历史的遐文物拢放伫内面。后来倒去了，然后搬去中中，即摆放伫中中，拢无远温，无远湿吼。即摆我一直想讲，这应该起得转来，对历史有交代。我要退休进前，起得转来。过来就是老师的宿舍，嘛拢60几栋啊。黄宗辉牧师金陵基金来到起的，嘛拢无整理，所以我若咧找头毛吼，迄插落吼，迄电火会较暗小可。遐工班讲，迄危险会火烧我哪烦恼所以即个嘛是要准备要整修吼，佫校园爱美化吼，佫来一个新学较要紧。即摆少年人想法甲咱无啥共，我感觉我65岁已经超过这敬老表。我感觉20-30岁的人做伙，价值观念足侪无共，毋是毋对，是可能我老古板。当时我互伊一个观念，就是咱来读神学，就是咧学神，毋是自我为是，自大一点咧臭人，毋茫你义无反顾啦，义啦吼，无安尼就真害吼。巴克利牧师本来住这倒去风台拍下去风台拍下去了后就变做这个废墟，所以足侪外国人来拢会问这是啥物人的梦？我毋是，这都拍下去啦。外国人讲拍下去，他无一定去。我用英文甲伊开玩笑啦，我讲都欠迄个 vitamin M， 维他命 M 啦，伊听无啦，我就讲好听嘛来笑安尼吼。这有咧计划中间毋茫咱会当斗关心吼。这个是斜坡道，巴克利牧师迄个老的是中风，中风吼，伊家己坐轮椅爱对遮杀。台湾的第一个斜坡道这个，这个就倒去，这个就无倒咧，所以足侪人来参观社福单位来参观这个历史的古迹吼。我足想要佮甲回复倒转来吼。这个佮一个尾一张吼，尾一个吼，就是这个就是迄个斜坡道。了后有一个影片4分半钟，互咱做伙佮分享一下，因为。咱的同工有甲我讲吼，第1场袂当讲伤久，第2场爱扎一个，第3场会当加5分钟，所以我就有加5分钟。咱做伙敬拜嘛，做伙伫遮来分享，所以才有一个影片，咱看一下吼，4分半钟，咱就会当做伙做祈祷吼。
主来敬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人院的介绍。台南新人院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历任的院长、老师，当过伫这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人院现在的这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才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新人院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带导，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人院依然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毋忘咱继续为着台南新人院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多谢咱大家的关心。这个咱就无有这个奉献地，这个奉献的这个细目有伫内面吼，用这个信用卡嘛是会使。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做伙来，互这个学校会当继续行落去。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请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定定咧讲。阮就是因为共一个信仰，共一个救主，阮搁生活伫台北的所在，搁伫成人教会聚会，伫属灵的家庭，讲做一家，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真好的念力甲安排。阮会通伫大型的教会，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人的需要，来帮助人，互人通知影，若无成人教会这兄这帮助别人会拄着安怎？成人教会过去拢用这个心来对待真侪的教会。甲机构，阮充满感谢，愿上帝继续嘛激发成人教会伫即个所在，遮济的兄弟愿意有缘来奉献、来关心为着新人院来祈祷，佮推荐优秀愿意献身的青年来成做牧者。阮将遮的一切归荣光伫主你的面前，也将今日所讲献做者互你，愿主你欢喜甘纳。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诗，阿拉上帝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You
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羊，阮拢得到养赐，互阮的身心灵得到养壮。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也恳求圣神来感动，垂听阮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台南新学院院长吴忠明牧师
代表前来本会第一场到第三场礼拜中的正道、请安甲事工的报告。愿上帝赐福男神全体师生伫新学院的学习，以及伫国教会中的侍奉。第二，特别事工清明节期，传道委员会将要制作对书的影片，甲兄弟做伙来感恩，用感恩的心来对书，纪念咱已故的亲人，并且透过这个影片安慰伫在世的家属，甲兄弟做伙体会上帝的疼，甲教会的关怀。若有想要对书安享亲人的兄弟，以目前伫双连教会稳定聚会的兄弟优先，请提供个人的男名、相片、出生甲安息的日期，方便互同工收集、整理甲影片的制作。对书的影片伫4月初6的主日中。礼拜中要来播放。收件的方式：第一，纸本、相片及资料，请用批笼装好势，投入九楼办公室的柜台。对书影片资料的收集箱内底，详细也提供所处人的资料，并且伫4月初6以后。到伫9楼办公室领回。第二，电子相片档案的资料，请将相关的资料传到双连教会内 OA 官方的账号，同工会确认后会再回复信息予你。收件截止的日期是3月30主日。中午12点。第三大点是基地关怀。第一，本会朱俊义执事的老母刘金基姊妹伫2月28安息主怀，定伫3月22本周六下午1点30分伫教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本会吴信昌执事的老爸吴天树先生，伫3月初5安息，伫本主日上午7点50分，伫台南市益乐园会馆举行公祭。蔡正德牧师代表教会前往致意，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恭喜本会会友赵立新兄弟甲王武林姊妹伫2月26得到一个查甫婴仔，愿上帝看顾新生儿甲全家。以上其他的，请咱家己致意来看。只是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对，兄弟平安。头拄仔咧看男神的影片，就有感触，因为有一张相片，我的阿公就伫内底吼，坐伫宣教师的边仔，迄款感觉，感觉足有感触的吼。然后嘛，足有感触，因为吴牧师是我伫台神礼拜学的老师，所以就看到一代一代传道者伫新学院受装备，伫教会来牧师或来服侍吼，即个传承拢无断去。也甲咱教会今年的主题吼，咱讲团队传承吼，伫团队内底去传承一代一代吼，咱嘛希望下一代比咱更较好吼，嘛爱为着新学院也为着教会来祈祷吼，互咱拢会当伫上帝的工内底得着上帝大大的赐福。咱佫是要拍谱啊，咱的好朋友，咱的吴牧师伫咱中间吼，带来好的信息。
也带来新行业的需要，请咱用实际行动，也用祈祷来甲因关心甲支持吼。来，第二，咱要来看几位好朋友，第一届伫咱中间吼，兄弟伫咱中间来礼拜，咱来介绍因。第一位是陈冠宏、陈冠宏兄弟，请你徛徛，互阮看者吼。好。好，请坐。第二位吼是张雅慧、张雅慧老师，伊是咱5月17号，这个伫中间的中间吼。好，请坐。伊是咱5月17号吼，预告一下，这个成人牧区的这个甲教会咱做伙拢有做伙办理，也甲七星中会教育部做伙办理的训练会吼。内底的讲员吼，所以咱第一届看到伊，也希望会当常常甲有好的交陪，也互咱有好的教导吼。这是第二位，第三位是延滨执事的妈妈郭淑凤、辜淑凤姐妹吼，伫咱中间做伙礼拜，也伫咱中间来多谢教会吼，伫请坐。伫即个间隔，延滨执事的爸爸吼，伫即个破病，然后受洗，然后过身，然后伫即个丧事的过程会斗3工吼，咱来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求主安慰夫妻，也互因伫即个大家关怀内底会当得到福音的好处吼。这是3位，还佫有其他的第一届伫中间来礼拜的兄弟，也是新朋友也无？若无，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伫无共款的所在，你赏赐共款有温素，阁有心智的传道者来牧养你的教会，诚做你事工的同工。主，阮特别将男神放踮你的手中，即个超过1个半世纪，重新伫培育内底学校，就继续求你来帮咱，来诚做因的引传者，互因伫时代挑战内底会坎伫。主啊，你互因伫无教的中间，因为你的祝福甲侪侪人的帮咱，就凡事教业。主啊，也互新一代教会有新一代的牧者来牧养因。主，阮将今仔日所有的新朋友放踮你的手中，主你继续来祝福伫因。若忧伤的，你就来安慰；若有欠客的，你就来赏赐，互因伫生活甲信仰拢得到进步。主啊，也将教会今年所有的事工放踮你的手中，互因所记忆的伫你的心中来得到满足，也互你来得到帮助，互阮所计划会当诚做即个教会的祝福，互阮所计划会当诚做社区的祝福，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向你，来信靠你。所有的心灵有需要，身体有破病，主啊，你来安慰。你来扶持，你来医治，互阮会当对你搁一摆经历迄个生命的更新。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来吟每遍诗510首，何乐天顶主宰，请会众起立。吟诗后，请岳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新年教会将来要重新建堂的意向，以及团队侍奉伫遮所结约的事工三甲弟弟，相时也甲你的名设立的台南新人院，
台湾新人院，或者是玉山新人院，拢三甲伫地，对一叠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别倒谢阮恭受差遣。